大家好，易經平天下今集保羅揀咗易經裏面比較說教，即係中意教人嘅一卦嚟講，咁睇下易經點教人啦。依家係資訊、知識、話事嘅年代，你都要啲仔女學多啲嘢啦。咁我要講嘅呢一卦就係易經第22山火賁卦。呢個賁字少見少用，賁字有兩重意思，第一就係華麗裝飾。第二就係繼續火氣大，奮勇前進。咁呢個華麗裝飾即係整靚啲啦。扮靚都要人教。仲有啊，呢一卦山火賁係第22卦。咁喺第21卦嘅時候，你保羅已經講咗，人已經係揾咗大錢，有大錢傍身。咁到22山火賁卦嘅時候，仲要奮勇前進，咁辛苦。係啊。易經話噶，人唔可以停，亦都冇得停。呢兩層嘅意思就係中華文化嘅氣質。咁你睇小外星人好啦，唔好睇小中國人啦。呢個山火賁卦係易經第22卦，21卦嘅時候就講咗啦。火雷細堪，火雷細堪有削鼻嘅刑罰，令到啲壞人冇得堂堂正正咁做人，作為一個懲罰。咁依照住卦嘅21削鼻，去到22卦去華麗裝飾。咁呢個壞人係咪走咗去韓國整容啊？整一個更高更豐滿嘅假鼻，更勝從前啊？亦或係戴個口罩，呢個口罩上面繡有3兩真金嘅金絲咁重嘅龍鳳孔雀嘅圖案啊？總之就係要巴閉過人。易經就話啦，與其衰咗又斷正，比別人削自己個鼻哥咁慘，就真係不如一早就修心養性，自己有好嘅性格同埋習慣，令到呢啲衰嘢冇辦法埋身，咪仲好。咁山火賁卦嘅6、5爻時，易經就話啦，賁於丘園，論終吉，說的是人身上邊有嚿大錢。用嚿大錢去整屋企個後花園嘅假山，仲要起魚池，呢啲咁嘅事係任性嘅，不可取嘅，一啲修養都冇。易經就話，不如慳翻啲時間，係慳翻啲時間啊，唔係慳錢啊，慳翻啲時間而去做一啲逼自己再叻啲、再好啲嘅事，仲好。易經話，整靚啲身外物係俾別人睇，有少少嘥氣咯，而性格好嘅習慣就真係100%為自己好。咁呢個好係帶挈自己嘅下一代，也帶挈自己嘅來生下一世啊。易經仲話，子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。原來易經所講嘅整靚啲係以文明為大方向。呢個明字好嘢嚟㗎，日月齊。能夠影響地球嘅就係太陽和月亮，而家呢個明字啊，有齊日月。咁文明呢樣嘢，人要有，世界要有，文明係需要逐步建立噶。有咗文明，我保羅夠膽講，90%嘅世界級嘅難題都可以解決。咁而家呢個世界唔和諧，世界咁多個國家以美國排第一。咁美國個總統特朗普有冇文明呢？咁乜嘢叫做欺世盜名啊？咁我希望大家夾埋一齊去諗諗啦。咁當今之世，提倡並實踐和平同埋人類命運共同體，好似只係得中國，所以中國人要有文化嘅自信，呢個係真確嘅。6、4爻時，易經就話啦，賓如、婆如、白馬、韓如。易經進一步提出，人以文明為修養，人想有文明，內心原來先要有純潔。純潔便是一件事一條心，冇雜質，唔背叛，冇放棄，5個重要嘅意義上面。所以純白色嘅馬係最高貴，女人結婚着白色嘅婚紗。咁有冇好玩嘅新娘子啊？咁你咪試下結婚當日着綠色嘅婚紗、藍色嘅婚紗咯，得啖笑。咁香港有個大有錢佬，佢幫個仔起名叫做嘉純。
咁呢個起名應該同易經有住同一嘅意義。你想做個似樣啲嘅人，個心先要有純潔，往後唔好再話純潔係老土啦。咁賁卦仲有咩講啊？嗱，賁卦喺初九爻時，易經就話啦：賁其趾，舍居而徒。呢個趾就係腳趾啊！全句說的是俾啲力喺個腳趾個處啦，唔好再成日坐車，要徒步而行，行去目的地。咁喺卦21，大啖咬，大啖食，食飽之後，接上第22卦，去散步，去漫步，去行，真係養生啊！而且從21卦嘅食飽接去22卦，係有故事性嘅發展。咁根據上學，人食飽之後中意坐喺處，喐都唔喐，通常都係一個大懶人。咁女人識得呢一點而去揾老公、揾男朋友，咁咪容易揾得啱，揾到有着數嘅一個咯。一條大懶蟲嚇死寶寶啦，仲點吸引人呢？香港有個周潤發先生成日跑，有人就話啦：堅持好啊，見乜鬼嘢遲啊？實情係佢係用緊正嘅力量去填滿，去趕走嗰啲衰嘅、壞嘅、負面嘅。咁如果你係識諗呢一點，咁你咪日日都會去做呢啲好嘢咯。你講堅持係門外漢，講到好大負擔感，咁有乜好？咁我既已講咗初九爻啦，接住講六二爻。六二爻嘅時候，易經話賁其胥，呢個胥就係胡鬚、胡鬚啊。說的是男人每日務必打理好自己胡鬚鬢三樣喺面上長出嚟嘅毛髮。毛髮長出係表示生機，佢長出你就打理好佢，呢個就係最好。二四都係陰嘅位置，現在又真係有陰爻居占，所以要畫出呢一卦，又點出呢個六二爻去問事，只要去處理，一如打理好嗰啲胡鬚鬢咁，就一定係好。咁上九爻時，易經就勸人着白色。2000年前嘅中國人已經知道白色係最明亮，而且冇色相。呢個冇色相即係冇顏色嘅樣子啊，咁咪即係我喺上文所講純潔咯。黃色係主旺，而白色係主順。一個婦人，哪怕係淪落過風塵嘅婦人，只要着起一條白色嘅衫裙，婦人都馬上變美人。呢個係好清楚嘅。咁有人問保羅啊，老老實實，我畫出賁卦問事，賁卦好唔好？請睇畫面。嗱，如果你要學易經，呢樣嘢係要學嘅。山火賁卦點解會有四時順節呢句說話呢？原來喺山火賁卦裏面有雷，雷係春天；有火，火係夏天；有水，水係冬天；仲有山啊，呢個山係飛伏之下有澤，呢個澤就係秋天啦。咁依據賁卦嘅四變而生出春夏秋冬四時，所以咪就有四時順節呢句說話咯。咁又會唔會有人可愛咁問，點解陽變陰，陰變陽嘅？嗱，咁依大家嘅程度，我保羅只能夠講，人喺日頭返工，一心一意就望呢個夜晚黑快啲到咗之後約人食飯。咁呢個夜晚黑又真係會嚟喎，喺不知不覺之中就嚟到啦。有甚或是喺夜晚黑瞓覺，瞓醒之後已經係日光日白。咁大家明啦。各位，賁卦係好的卦，連帶22呢個 number 都係好嘅號碼。而一卦之中2、4爻位都係陰位，喺賁卦裏面呢個2、4陰位又真係俾陰爻居占喎。而3、5呢啲爻位係陽的位置，而家3係俾陽爻居占，5就輸蝕咗少少啦。咁喺2、4、3、5 4份裏面有3份都係得位，即係陰的位置有陰爻占，陽的位置有陽爻占。咁4分3係好，即係好噶啦。4分3即係15/15。咁呢啲咪就係計數咯，只不過係小學數學範圍。咁有冇4/4都係好噶？咁梗係有啦。呢個就係水火既濟卦，
火能夠煲滾水，咁我到時候再講啦。我以上所講全部都係易經之所以能夠預測命好醜、知吉凶、懂進退嘅其中一啲方法。你唔講呢啲就唔係喺度講緊易經噶啦。咁喺21卦嘅時候，大啖咬大啖食，揾到嚿大錢，有大錢傍身。易經嗌你修心養性，將自己嘅性格整靚啲，同埋繼續前進，唔好俾佢停。咁保羅能夠從21、22兩支卦一氣呵成咁講成係一條系統裏面嘅關係。咁照我偶像牟宗三先生所講，講系統講關係就係高級數理嘅意義。各位，易經愛大家。咁今集完，再見，請。